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字。昨昏和大家介绍“路”，今仔日要和大家继续来小解这字“路”。路这字就是挖塞这个动作，像讲倒啊路较边仔的，咱嘛当讲倒啊塞较边仔的。另外嘛当讲路头门、路头骹，若是甲代志路互别人，咱嘛当讲塞互别人，拢是同款意思。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布路啊，这就是专门路头骹的家私，嘛有人讲拖布、布拖啊。第二个词倒退路，这个意思就是倒退山顶动，像讲车爬行若是熄火，就会倒退路。另外倒退路嘛是一款毛虾名，嘛有人讲是海草藤、倒退后，也阁有虾骨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赛车爬行，煞压落去，哪赛车哪要扣布路啊？结果一个无细力、无踏入窟仔子，车阵啊安尼熄火倒退路。今日小解这一字路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